学生摕起画笔，用图案画出家己家族的点点滴滴。学生透过采访、查族谱的方式，将爸母的爱情故事、坎顶一代奋斗的经验，变成一把一把的家族树。我在写家庭树的前一天，问了家人很多问题。我才知影许多我唔知的资料，我会当知影以前我所唔知影的市大人的生活。在访谈的家族故事里面呢，也可以打听到自己以前小时候做过的一些事情。爸妈也透露了当年浪漫的交往故事。台南社区大学台港分校民俗文化班研究台港先民2摆的移民文化路线，结合和顺国中、海淀国小、长安国小本土教育课程，共同举办台港家族树故事特展。台港建整200年，迄是骨力地人相伴伴伫即个土地来奋斗其实足多元的。所以咱要去表现这种多元性、甲参与性，就是讲，互咱在地即个三地人阿公甲爸爸妈妈甲即个囡仔，包括着教育、文化合作，共同来共比啦来做即个咱台港100年家族史的即个公民数学的运动。展览当中有珍贵的将军湖、中州区、番仔寮羊、溪顶寮李家、总头寮西家、总头寮林家等在地家族的族谱，在地时代也提出组团离婚来分享。阮6帮头，阮这有6帮头嘛，6帮头所熟悉的就是讲，这帮头有生几个囝，这帮头生几个囝。拢去查甫呢，无咧去查某的。为什么人家走去台北，走去对哦？咱开始走来台港哦，想那是因为什么代志还走来台港？从历史祖先的因的轨迹，因的走的路线吼，咱会了解咱的过程。在地时代，希望这一本一本的族谱会当将家的根流传落去，同时，予后一代认捌祖先辛苦开垦的历史以及生命经验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